南投县有一个56岁太太，日前甲厝内底人咧讲话时阵，突然间出现着答非所问的现象，就是跌高倒菜刀，尾也甚至参要讲话都无法度讲。送病院来挂急诊，原来是脑中风，出血部位拄好是负责着语言的区域，所以造成真罕见的失语症。 一个负责人伫查某囝的陪同下到右面病院急诊室去找医师，因为出现伊无法度正常的讲话，甚至话讲袂出来情形。后来经过医师的诊断，发现讲是脑血管破去，而且出血所在较特殊，这会造成失语症。他有办法嘴巴会流利的说出一些不相干的话，就好像鸡同鸭讲。 经过手术后，这个负责人过两天就会当正常的讲话。新营外科医师吴宣涵表示讲，这个病患真好运。如果他是属于那种出血，血块把脑组织推挤到两侧之类的，那你把血块拿掉，脑组织自动归位之后，他的这些失语的情况就会改善的很多。那患者就属于第二种，他是算是幸运的啦。医师表示讲，一般会发生脑中风、长脑筋、甲 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、甲食薰等等，拢有关系。超过40岁了后，就应该特别注意定期健康检查，真要紧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